好，我哋睇下第37條啊。咁啊，佢話邊個政策可以同時收窄呢個通縮差距，又可以減少預算赤字咧？咁其實即係佢要做到一個 Y 要令到佢上升翻，同時可以令政府開支減少，或者令政府收入增加嘅。咁咧，我哋睇下呢種 A、B、C、D 邊個情況可以同時滿足啦。咁啊 A 啦，其實已經正確答案啦，幫我哋睇下先。公開市場及政府債券，咁就會令到 MS 上升啦，利率下降啦，I 就升翻啦，A 同 Y 就升嘅。咁啊 Y 升咧就已經可以收窄呢個通縮差距啦。咁同時因為產出增加，人們嘅開支又上升啦，咁啊政府嘅稅收咧，因為有啲間接稅啊嗰啲食啊，咁啊政府稅收咧都可能會增加嘅。咁啊佢又可以滿足到通縮差距收窄同埋減少預算赤字嘅情況。咁咧同學可能會問啊，公開市場購入喎，係咪用緊政府錢買㗎？咁其實唔係嘅，呢筆錢係用中央銀行嘅錢嚟嘅，咁同政府開支冇直接影響嘅。OK，咁所以 A 係答案。咁啊 B 同 C、D 點解唔啱咧？咁我哋逐個睇啦。咁啊提高入息稅嘅免稅額啊，咁其實呢個咧直接就唔可以減少預算赤字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你提高入息稅嘅免稅額就會減少啊落入稅網嘅人數啊，納稅人嘅人數少咗，咁佢嘅稅基窄咗，咁其實就已經係冇辦法減少個赤字。咁所以其實就算佢 C 上升 Y 上升咧，佢都冇辦法同時滿足，所以 B 係唔啱嘅。C 減少轉移支付，咁其實減少轉移支付，你可支配收入就減少啦，咁人哋嘅 C 就會跌啦，咁 A、D 同 Y 都會跌嘅，咁所以佢無助縮窄呢個通縮差距嘅。然之後 D 呢個選項提高法定儲備比率，咁其實你知呢個係反比㗎，一提高咧，咁其實 MS 就會跌㗎，MS 跌咧，咁好多嘢都唔好嘅。同呢個調轉翻就得㗎啦。MS 跌 R 就升啦，R 升咁 I 同 AD 同 Y 咧就會跌㗎，所以係冇辦法幫助佢通縮差距嘅收窄嘅。咁所以咧，37題就係 A 啦。